你是個好人嗎？現在出場的是好人先生，而按照好人能上天堂的理論，他一定是第一個進天堂。這沒什麼啦，盡力把事做到最好就是啦。你10屆都守了嗎？咦，差不多啦。曾經說過謊嗎？當然，誰沒說過謊呢？真的是這樣啊，不如一起來檢討看看吧。好啊。那你都怎麼稱呼說謊的人呢？騙子。曾經偷過東西的嗎？沒有。可是你剛說了自己是個騙子。我承認小的時候是曾經偷過一次糖果。那你都怎麼稱呼偷東西的人呢？小偷。曾經對人想入非非嗎？那當然。基督說，凡看見婦人就動慾念的，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奸淫了。馬太福音5章28節。曾經用神的名字詛咒嗎？沒有眼睛啊，笨蛋！這可是做神的名，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，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，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。出埃及記20章7節。